会当卖拄久，尽量卖拄久。哦，以前是因为咱请到遮好的老师会当来遮来主题。哦，啊，而且呢，咱用着这个掌声来请咱陈老师来遮，哦，甲咱讲这个用心之美。前道向讲师鞠躬，坤道鞠躬。我们各位先生请坐。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陈讲师好吗？咱亲爱的这个我们的伟大的经理哥，咱的点传师，咱可爱的咱这里有亲。浅显，大家好，大家好。哦。我是真爱笑哦，你若看无我的字就是好笑哦，我无看大家哦。每一届来到咱的这个新华山，我就感觉讲，咱这个足温馨的所在啦，上温馨的所在就是讲看到咱这个所在大家拢笑眯眯，大家拢足亲切的就敢若我几年前我有去日本一转，你敢知影？咱那个日本的妈妈实在讲甲咱的这个父亲同款安尼啦咱日本的妈妈就是讲咱这个透早5、6点，我就是讲咱来泡温泉啦，洗温泉啦。洗温泉的时阵，我想讲，因为日本的洗温泉跟咱这边洗温泉无同款啦，日本的洗温泉可能就是要裸体的啦，对无？所以讲咱较保守的人，可能去遐是讲透早应该是无人啦。迄个去遐讲一片的人，和咱相像的咱这个朋友日本人的朋友，只要和咱相像的伊看到咱绝对是90度的敬礼。哦嗨哟，ございます。大家拢完全无熟悉，伊就讲哦嗨哟。你若上到台湾人会可能看到戆戆讲，我含你无相捌，啥人要甲你敬礼呢？毋过，若是我的话，我绝对是马上来回。哦，哎哟，不知吧，我嘛照常来回啦。所以，佫真侪台湾人去到遐，可能就讲，你讲你的啦，我做我的安尼啦所以讲，我就感觉讲，伫个温馨的社会来甲咱遮去到大家拢笑眯眯啦。所以讲，咱若是笑身体会足健康的，你敢要信？不会。你敢知影？你若前天昨日你若有看电视，你就知影，咱这个台北有一个叫做“笑笑健康教室”。规阵的人干嘛笑规堆啦？规阵的人都笑规堆啦，安怎笑呢？笑到伫涂骹滚的打滚啦！有够信息的，你敢知影？我今日插笑，这叫伤情豆饼啦！有够信息的，笑到规堆，你也笑，我也笑，规阵的教室内底，大家拢笑规堆。你敢知影？伊的温存拢笑完啊！伊的温存拢笑完啊！啥人讲呢？温存一个心肝内底，温存拢唱煞安怎？拢一直笑安尼啦。所以讲，这个一个阿婆又来访问讲，你这个来到这笑笑健康教室你来偌久啊？伊讲我旧年来的时阵用光的来啦，你也朋友甲我插咧来安尼啦，来插去啊。所以讲，伊讲即摆呢，我会当家己自由行，我即个是咧计划健康的安尼。所以讲，所以讲人若是逐工保持你的笑容，我相信你一定会足少年、足高水的，身体就有健对无？我说袂记自我介绍讲遮久大家拢甲我无相办我相信咱这内底咱的这个前线绝对有我的听友，因为我是伫这个嘉义中广电台这个美冠女星，因暗7点主持到9点美冠女星，我叫陈老师我住伫新营你若因暗有时间的话，全来只有听看卖我这个美冠女星，希望讲每一个人的家庭都足美满的绝对是安那，这个新妇啦，
会当对咱友好，后生人友好，囡仔拢乖乖好有钱。我相信咱的地区每一个人的家庭足幸福，因为咱学佛的孩子绝对是厉害的。学佛的孩子，我是肯定的，我就肯定的所以说，这个我伫美万年线节目当中，我嘛是一直把我的理念，就是讲希望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和好，每一个囡仔拢会当友好。我拢是以这个为出发点希望各家庭拢会当健康嘛上主要就是讲，我今日讲的是讲，健康对咱的身体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咱大家做一个探讨啦毋是讲我迄落歹势啦，我是虽然讲我可能含你差不多的年纪不过我的心态是18岁呢，我毋知讲我阿嬷去啦哇，我几岁输咱嘞，毋过我从来毋捌想着安尼嘞，我是想讲。我本来是足少年的呢，我无是讲我即摆已经是50几岁的人呢，所以讲我的心态，我也是一直是讲我才18岁尔安尼，所以讲大家若保持这个快乐少年的心情，你的身体绝对足健康的而且咱家己来做一个探讨大家来做一个探讨，毋过呢，上好是莫拄久啦因为即摆是拄久的时间嘛毋过拄久嘛袂要紧，莫打输就好啦万一打呼嘛袂要紧，毋好流口水就好希望讲听到我美妙的声音美妙的歌这声啦我唱歌搁较好听的啦，毋过讲话就好啦所以讲听到我的声上好是大家莫丢丢啦即马是讲大家来做一个探讨啦咱即马台湾甲以前的这个社会是无共款，台湾即马拢是工业社会，你敢知影？这工厂遮尔啊济，烟筒一支安尼啦，咱七步的烟也是讲这个跳倒摆啦。以前讲啥物，大家拢嘛骑脚面车对无？咱迄个时阵拢嘛骑脚踏车，拢嘛无讲迄个。即嘛毋是每一口罩拢4、5台学倒摆，也是海洋3、4台。你敢知？你若去这个街路安尼行的话摩托车吹一个尔，烟就放出来啦。有的是海洋你若开轿车的，规一个啦。咱若去上班的话，咱若穿白衫，咱若去上班骑车。你若戴一个白色的口罩，安尼戴的白色口罩戴的，你下班你甲看卖，你的红昏这红领拢是乌的。以前白衫大家就爱洗，咱若戴口罩的咱白色的口罩放落来，哎呦，咱两个脚拢乌的，对无？咱的口罩两个脚拢乌乌啦。以前呢，会当讲咱迄个伊啥阿伯你迄当时阵迄个水沟底凊彩这古早的水叫人食，对无？咱毋免煮过咱毋免煮嘛，迄古早的水沟就叫来食嘛。搁水沟咱的厝头前拢有水沟你敢知影迄水沟偌深的，迄鱼拢足济，凊彩要掠鱼掠虾嘛有。搁咱的水沟底迄水沟人讲黄拿兼西裤，就是安尼黄拿，我会记你以前的拿足济咧，你凊彩不一样用的那个粪箕安尼用的迄拿就规堆紧紧的就好所以讲以前你看。水沟足清的啦，古早的水即马随便食拢袂要紧即马无共款。即马水沟掀开来拢乌水啦，你即马厝头前的迄个水沟拢是烫挂的，拍开去拢总是乌水啦。所以讲以前的水哪有通哪有鱼啦，哪有黄拿啦，无讲即马。所以讲即马工业社会，搁咱的臭氧层搁破一大坑。所以讲，这个情形对咱来讲大家吸收这么济这个毒气所以讲产生咱的身体足济毛病。以前咱有啥物流感嘛？以前无这个问题以前咱因为这个阿公阿嬷的时阵，阮阿公阿嬷拢活到90几岁，拢捌听过啥物流感迄当阵无听过这个名词所以讲，咱平常时食足济物件，搁咱的青菜，你敢知影？青菜内底拢全农药呢，所以讲咱即马下港的人可能是较迄个，你敢知影？台北的这个青菜，规车拢载到台北去，迄台北的青菜
有当时啊是咱这蛇龙庙蛇的吼，啊有诶第二天、第三天啊袂迄就再到台北去。所以讲台北诶查某人无像咱这边诶吼，可能会较放过较无遮。我去到台北，哪会拢一道拢乌乌啦，这样，敢若烧火团，迄个干斑啦、寒斑啦，哦，所以讲这个蛇龙庙你敢知影？像玉姐吼，你若去踅街，啥物店上济咧？龙庙店上济。就是会蛇龙药，啊，所以讲咱食菜菜内底有诶较无良心诶农药，伊就我第二天就摆，其实就爱几啊工了才摆。哦，所以讲咱蛇龙药，迄菜才会水啊，才袂生虫啊。啊，若是水果嘛共款啊，水果若是爱水，绝对是爱蛇龙药啊。哦，啊，水果才会水啊。所以讲水果内底你看，像咱这个苹果有无？苹果吼，日本人诶苹果摕来就一直食，含皮拢食，拢毋免洗咧，就安尼一直食。啊，毋过台湾的苹果，我相信你可能皮无下清气，你毋敢食，对无？一定爱下皮哦。有当时啊，咱苹果的迄个皮摕倒来烤咧，可能有大辣、金嘛，哦，有辣味啊，安尼才会金，才会水啊。哦，所以讲这个无形中吼，咱食水果、食菜，拢会产生这个毒气啊，吼，啊，农药产生伫咱的身躯的，哦，可比讲咱饲有一工。迄市场的蚵仔送伫遐冤家啦，哦，到底是冤啥咧？结果咧去到遐时阵，安怎冤家啦？伊讲，啊，你会做咧菜苗啊哦，内底拢农药啦，我捡转去，互阮的鸭食，鸭死了了，安尼。哇，啊两个就我要叫你赔，伊讲，啥啦？我要叫你赔，我等你啊，我无爱的呢，你家己去捡去的呢，啥啦要叫我赔安尼啦？吼，其实就是讲吼。这个农药吼，外口迄边啊，搁较侪农药，所以讲伊摕转叫鸭食，鸭才食死。啊，人是袂死啦，人食袂死，因为咱的抵抗力较强嘛，对无？人无遮紧啦，就是鸭吼较细吼，伊的抵抗力无咱的抵抗力遮强，所以讲鸭袂死。所以讲咱若买菜菜转去，就爱浸水啦，无爱有时间来养化，安尼较会安怎较会。袂讲残留农药较济啦，吼，所以买转来毋好念米煮啦。你若要念米煮的话，就是先去浸水了后，吼，咱再来煮，安尼就较袂啦。吼，所以讲，咱若是讲这个食菜的问题，这个问题吼，拢是爱较注意的对。所以讲，咱即摆水也袂当啉，啊，就是安怎，你就爱用这个滤水器遐过滤有无？吼，即摆咱人拢买迄个滤水器啦，吼，做迄个欧斯利啦，啊，伫遐过滤迄个水啊。啊，毋过这个果实力吼，算做讲这个气啊，就是伊的矿物质较无啊，哦，较无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咱矿物质较无的话吼，咱啉茶来啉这个过滤的滤水器的水啦。啊，毋过煮菜就爱来煮啥？煮迄个无滤过的，无滤过的水吼，伊内底还佫有矿物质咧。所以讲，咱毋好讲煮菜用迄个滤过的吼，啊，迄个啉茶啊，拢总无矿物质。所以讲，咱体内若是无矿物质的话，抵抗力就较迄个吼，比较弱就对啦吼。嘿，啊，所以讲，咱要安怎来预防，咱要安怎来治疗，也是讲要安怎来这个治之吼，预知，咱家己都有遐有毛病吼。其实，伫这个中医来讲吼，我是中医，为少年就无敢老，所以讲啥物毛病吼，一般是看这个红仔面。咱这个红仔面可能会知影你的毛病是出伫倒位呢？吼，咱这个红仔面，就是讲咱中医吼，就是望闻问切，无听吼问切脉切，这是咱中医的迄个上主要看病的这个四大要素，就是望闻问切。咱你感觉去，若是讲去西医的病院吼，你若讲看你的病，看你的病，医生。绝对是头一个是看你的面，医生要看你的病，绝对是看你。可比讲你若去中医看，伊甲你诊病的时阵，先甲你看你的面，看你咱这个面，看你目睭有欠血无？这个背过来，这个白白，啊，这个地方白白的，伊就讲啊，你欠血哦，这目睭这，看你的目睭。啊，煞咧，你喙开，吼，伊就甲看你的喙齿啦，看你的喙齿。哦，血气大的话，伊的喙齿的胃血大，血气大，伊的喙齿拢会较高、较白色，哦，喙齿。所以讲，伊就看你的面，看好势了，啊，听看卖有的医师，迄个西医医生、病的医生绝对是看你的心脏跳了有正常无，
有耳仔豆咧有无？耳仔豆咧就甲你看，甲你听，甲你听讲，看你的呼吸有正常无？呼吸有正常无？安尼。上尾啊，再甲你沾脉，看你的脉有符合，哦，一直按心问啦，问讲暗时啊会困的袂？医生是不是安尼甲你讲？你暗时啊会困的袂？哦，会甲你问，啊你倒位啊酸痛，倒位啊人艰苦，配合咱这个病，配合这个脉，配合伊的所有毛病，啊再来甲伊问，啊你医生看袂有足准。有的人无咧和医生配合，这是遇着。有的人无和医生配合，好啦，医生啊，你甲我看，看到底啥物毛病啦？安尼啊，手叫咧，医生，啊你甲我看，意思就是要考医生啦。医生，你甲我看，到底是我倒也无好安尼。安尼话看白看了较无准。你若要好的话吼，你就甲医生讲，来，医生啊，我有安尼暗时啊歹落面啦，我咧喙焦焦，喙苦苦啦，哎哟，我一身躯骨头疼了了。安尼话，医生就知影你的毛病伫倒位，伊就会当开药互你食，安尼就才有正确，对无？所以讲爱甲医生配合啦，讲比讲，这个医生若是讲咱手出来，其实咱家己要来检查咱家己的毛病，你会当手出来，就会当知影你的毛病伫倒位哦。手出来，这个月头啊，你内底就有学问啊。比讲，你这个手出来看一下这大父母。这一点的话咱这个呼吸系统，这个气管有靠问题，这是问题。若手出来，这个食指第二个指头若是歪歪，你会感觉较歪，这可能你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无好，消化系统无好，这手一点歪歪啊，这个食指伊是关于这个消化系统较微长啊。你看到这个，你胃无啥好，你哪知？迄手已经小可关啊！有诶是迄个循环系统中一支中指若是小可弯，伊诶循环系统无好，血路循环无好啦，这个重在若是这个无名指，这个是人神经诶问题。我歹落面啦，我一身躯疼了，这支可能就是较歪啊。若上尾是关咱的这个生理功能，查某人妇女病，这支已经歪你有无？大部分都白心啦，或者个酸痛啦，也是迄个肾功能无好，上尾一支小可歪。咱就知影，头一支是气管的呼吸系统，头一支，第二支这个是消化系统，消化胃肠的问题。第三支就是这个血路循环无好，这个用迄个。这个无名指第四支这个是安那？这个是神经系统、神经的系统。这上尾一支呢？上尾一支是啥？是迄个生理问题，查某人无病，还是查甫无病？这个上尾再是关这个查甫的，还是查某生理功能啦？肾机能的这个问题是上尾所以讲，有当时咱手出来，哎哟，你这人哪流手汗就是淡嘛这人鼻湿啊，鼻较湿啊，脾胃的问题若是讲这个人手出来看讲，迄手纹啊，一条拢乌糟糟，拢算作乌肚，这手的纹啊，咱若是血清的人，伊就较袂安尼乌。伊若是讲迄个。逐个月做者手拍开着一条拢足乌的啦。迄是安那循环系统无好，血路循环无好，所以讲手内底当看出咱的每一个人的毛病伫倒位。煞咧咱若是讲万一，若是讲拄着这个咱家己周围，若是讲拄着一个有中风的话中风的话，伊就向倒落去可能咱若是这个有当时咱伫外口拢会。无的确会拄着这个问题。当然是第一个是拍电话叫医生来对无？等医生未来进前，咱若拄着这个情形，这个手嘛是有作用咱会较紧来甲放血。比如讲中风人倒落去，可能会流喙烂啦会毋知影人喙会歪啦咱这边所在会当放血，这嘛当放血，放一点仔就好一点点仔血就好。煞咧咱这个指甲后壁一点点仔所在，咱用
该用针来塞一个空，啊血来滴一点仔出来，咱十个枕头仔拢滴，啊迄人马上就精神起来，就袂搁喘落去啊吼。啊有诶是骹嘛来放血，等医生来，这个人已经啊啦真济啊，吼，啊你若煞你毋知影要安怎喘，啊等医生来的时阵，迄人已经喘甲无用啊。所以讲咱平常时啊，若是万一若拄着咱周围的人有即个情形，啊较紧来放血，边仔来当放血，讲个喙歪歪咧，啊放落了伊喙就水好啊，吼，所以讲这个所在放血一粒，差不多像你遮大粒的这个血就好啊，毋是讲足济啦，哦，啊这个点啊下出来，这一点下出来，下足去啊，啊你刺着，然后血出来，这个人袂搁中风。所以讲有当时啊，咱拄着这个情形。会使救就对啦吼，嘿，啊，咱若是讲看咱这个阿妈面，看这个面来讲，看这个面就知影你是啥物毛病咧。所以讲足奇怪的吼，你袂看到足侪人讲，哎呀，老师啊，你都唔知影，我对这个颔棍仔落来，我规身躯拢硬绵绵哦。但若这个阿妈面，规个拢乌斑条啊，字满是，哪会袂洗颔棍仔遮？哪会洗到阮的脚趾边？哪会洗到阮的这个面？所以讲这个面，你有啥物毛病，拢写伫这个面啊，写伫这个面啊。所以讲你足侪人讲，哎呀，我跳啊真正济，是啊，哪袂洗到阮的手，啊，我衫穿咧无人看就好啊。啊，毋过足奇怪咧，你若洗乌斑咧吼，洗到遮，若洗到遮，颔棍仔拢白白，拢白了，干那这个面。所以讲咱这个面吼，会当讲，咱所有的毛病拢伫这个面会当表现出来。哦，咱这个面拢会当写伫咱的面了。可比讲，这个咱的印堂若是黑黑的话，这个印堂要是发黑的话吼，伊这人血流循环无好，血流循环无好。啊，若是讲鼻梁的这个鼻梁啊，鼻梁吼，这若是这个鼻梁的中吼，鼻梁的顶管若是黑黑的话吼，迄人心脏较无好。那鼻梁的中，你有看到鼻仔的人鼻仔中吼黑黑啊，迄人是安那肝无好。啊，若是鼻仔这个头若是小可乌乌的话吼，这人是安那规肠鼻土无好，这鼻仔胃鼻仔这个所在，吼，所以讲啊，若是讲规个鼻仔拢金死死的话，表示这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所以讲你鼻仔内底你就看出你啥物毛病，啥物毛病。啊，你有看到真济这个小姐吼，水水啊，可惜这个小姐，哪会敢若洗护手啊，有无？你有看到足侪小姐足水的，啊，毋过遮咱洗护手，毋是洗护手，毋是真咧洗护手啦。这个所在吼，敢若洗护手，敢若洗护手，迄人吼，第一个就是血流循环无好，也是月经袂顺，也是妇女病，也是啊，若条仔子拢嘛洗伫遮，条仔子拢洗伫遮吼，这是安怎代表这个查某是月经卡着啊，袂通，伊这条仔子拢是较袂水。到遮，伊顶管较袂洗啦，拢是伫遮。啊，查某的吼，拢迄个查某人毛病，排泄啊，啥物啊，拢洗喙手，敢若洗喙手安尼。其实毋是，伊是乌乌，迄规排拢乌乌。哦，所以讲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查某人的毛病，拢写伫遮。咱查某人的毛病吼，绝对是表现伫遮。哦，你有当时啊，咱若真足甲人看的时阵，你就知影，哦，啊小姐，啊你的这个生理功能无正常哦。你安怎哦？啊，头仔子足侪伫遮咧，哇！你月经绝对是安怎困着啊，袂来啊，是安怎拢伫遮。所以讲，咱一般看人的面吼，就知影伊看病是伫倒位，哦。所以讲，咱平常时啊，爱注意家己来感觉，哦，家己来感觉，哦，安尼就好。哦，所以讲，这个面内底拢会看到咱每一人的毛病伫倒位吼。啊，若是讲目睭的话，目睭这个所在就是迄个。人讲是熊猫有无？熊猫就是吼，迄个暗光照无爱困的，即种乌乌，啊，搁是啊那查某人的血液循环无好，